㗎？呢個係加拉太書，我哋讀咗呢個先好冇？嚟，人活着望住先咯，不是單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。路加福音4章4節，係啦，我哋睇埋呢個啊。聖靈所結呢度咯行，哎呀，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。落行啊！呢度啊，冇啊！呢個污糟啊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温柔、節制，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。加拉太書5章22至23節。拜拜啊！拜拜啲先。